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2例本土病例，2个人死亡。8月23开始注第6批高端疫苗，月底地当伫网络申请做过疫苗的证明。行政院按说要发5倍券，高雄市政府宣布讲要佮加发1000块的高雄券，加5倍券变做6倍券。中国外交部昨宣布讲要调回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表示抗议，也毋过立陶宛强调因决心要甲台湾发展互利的关系。新闻车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2例本土病例，有4个境外病例，2个人死亡。新北市有6例，上济哦；台北市有4例，家人有2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第6批疫苗确定要注高端疫苗。8月13之前会使来登记意愿，8月16开始预约注射的时间，8月23地当开始注射。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报告有12例的本土个案，有新北市6例，台北市4例，基隆市2例，7例已经知道感染源，那3例关联不明，2例疫调中。那这里面新北市间有6例，那主要是有几个案例是一个社区群聚的案例，第6轮的接种是高端。那医院登记到8月13号中午12时结算。那预约接种的时间是从8月16号上午10点到8月18号中午12点止。那施打的时间目前预计是8月23号到8月29号，那至少会有60万剂。但我们希望说能够有80几万剂了。目前有登记高端多重的，现在大概106万人。咱国内已经有超过922万人次有注过疫苗。卫福部打算伫这个月底要推出一个数位平台，互民众家己印已经注疫苗的数位认证。另外，疫苗第5轮的对象今仔开始注射，大约有48万7000人会当注疫苗。这批注的是莫德纳的疫苗，有民众透早就去排队等要注射。总算阁有莫德纳疫苗用注咯，透早就不少人到台北电竞场准备注疫苗。有人知影这摆注的是莫德纳，感觉家己真兴奋。我属于第8类的，今天打的第2剂是1类到3类，对不对？1到3，照理讲我不能打。他 key 错，陈时中不是说 key 错了吗？1500个人吗？对不对？那就顺风车啊。第5轮莫德纳注的对象包含65岁以上老大人注第1剂，53岁到64岁以上第9类对象注第1剂，到第1甲第3类对象或者是有新的福龄人注第2剂。有估计一摆注的人数差不多是48.7万人。我想现在疫情还是很严峻那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有疫苗就可以先打。国内有愈来愈多人注过新冠疫苗，部分行业也要求人员固定体检，确认无感染。所以卫福部要推出疫苗收费证明签发平台，方便民众参考使用。纳入包含疫苗的这个厂牌啦，那它的这个批次啊，还有它的这个型号或者是接种的日期等等的栏位，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另外，高界这期健保署 App 健保快易通也有相关的资料，是毋是两边拢重复来设置？周忠良强调，健保署 App 包含上过侪个人医疗资料有隐私问题，无法度下载使用。这个新的平台用下载列印做纸本证明，是电子凭证的概念，相信月底就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以前有冷河，也毋过新北市永和有一个理由，最近2礼拜有3个民众胃着病，其中有1个佫找无感染源。初9到初10这2日，拢总体检317个人，有1个人验着病毒，后来又佫体检330个人，全部拢是阴性哦。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讲，住伫一区的民众，赶紧尽量去做体检哦，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新北市永和这里2礼拜内有3例确诊，其中1个感染源无清楚。七十市府派机动体检队进驻，伫永和真海公园活动中心设体检站。初9暗时到初10中到12点，体检317人，有1个阳性确诊。初10到即马总共体检330人，全部拢是阴性。昨天总共筛检了330人，全部都是阴性。那我们后续还是继续筛检，虽然
我们的筛检已经达到一定的量，不过我还是在这里呼吁市民朋友，出来扩大广筛。咧杜撰社区暗藏的传播链体检站设到12。侯友宜指出，7月初1以来境外移入总共23例，其中有4例是调查变种病毒。下令加强新北市防疫旅馆入馆管理甲消毒。退房了后，静置1天才阁清消。有看诊者是静置3天才清消。台北市防疫旅馆业者也自主提悬防疫战绩。静置通风3小时，请专业的厂商入馆大消毒之后呢，我们会静置24小时。通风对，然后所以24小时过后之后呢，再让我们的同仁就是进来做消毒。全台疫情转好，不过国际疫情攸关严重，免放轻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教育局打算要提出奖励，也是以互各中高中的学生服务时数来鼓励因帮助老大人，将马路预约登记注疫苗。也毋过议员是真无认同哦，认为讲安尼做可能会造成个人的资料外流等等的问题。为了帮助老大人袂晓使用疫苗预约平台的问题，桃园市教育局鼓励国中生、高中生，若是协助2个60岁以上的集会人，上网完成登记的意愿或者是预约注射，完成了后，甲图翕落来，或者是有预约的号码，就会当甲学校申请去家长一届，或者是会当抵押服务学习的时数1点钟。好啊，可以给他们机会啊。那我们老人家也比较不会用电脑啊，就有人帮我们去申请啊。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孙子的话，我们当然是非常乐意他帮我们来预约啊。如果是外面的学生或者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当然会担心啊。有集会人感觉讲，有人会当甲因斗3工，佫会当鼓励时势甲厝边头尾服务，这个政策真好。毋过也是有部分老大人讲，袂请无熟悉学生甲因斗3工。嘛有议员讲，这个政策看落袂歹，毋过烦恼集会人的个资可能会流泄出去的问题。这可能会衍生到长辈的个资是不是可能会外泄？所以我觉得立意良善，但是构思不够严谨。教育局表示，集会人大部分会请有熟悉或者是较亲近的人来甲因斗3工，鼓励中学生替老大人操作疫苗预约平台。一方面是鼓励学生友好时代，嘛当落实服务学习的精神。提醒学生在申请的时阵，尽量提供序号就好，避免个资流泄出去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落大水后，台南市有真侪所在拢淹水哦，水体啊，烦恼天高里的网塘会生炭。台南市环保局第37个区配药啊来消毒，清洁队今仔嘛甲社区的职工做伙来摒扫环境。台南南区开南里的职工，当咧协助环保局的人员清社区。最近落完大雨，拢是积水，就上惊炭病网四界生炭。台南市环保局11出动清洁队200人，找社区的职工斗骹手，展开37区的大摒扫。上重要就是要清理有积水的容器。环保局的真帮忙，派人来甲社区斗有清理结合咱社区的职工。来做资深员清除。我们环保局出动47名队员来整理台南里的活动中心、公园、道路上新建路这样预防性登革热执行动作。台南已经有4个日本脑炎的个案，即马阁是天狗节熬炭的季节。台南卫生局设置去因网生2个工具，对8月初检测高单，平均的阳性率是34.75%，比顶一期检测12.85%。虽然有降，但是也是爱细意。目前40%以上的社区应该动员来摒扫，尤其是大雨都落雪，积水恐惊会成做炭白来源。那我们总卵例数是28,773例，是有比上一期减少2826例，因为可能是大雨的关系，把握以后7天内把积水容器清除。台南市府也提醒讲，这礼拜西南气流有登陆，民众得趁好天出日来整理环境，尤其是熬积水的地下室，还有菜园、花园欠水的容器，民众得把积水倒好清气，防止天狗热炭烧。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因为之前一直落大雨，造成河川变甲真串流。陆军6军团一台战车，昨早起伫新村3军联合作战基地训练的时阵，载10名阿兵哥要过溪哦，车刷向失火卡伫溪里，军方嘛赶紧来救援，加载人拢平安。
屏东地区连日大雨，无入溪，水量是真惊人。10号展时，一台国军的分霸装甲车经过的时阵，吊车无法度震动。过来，有辛苦担了了。这台装甲车是隶属着陆军关渡地区的指挥部，当时官兵当日恒春三军联合作战训练基地来做例行性的训练。过溪时阵，煞撞着车辆吊车，一度互车顶10名官兵困伫车内底。不过救济车真紧就到，全员拢平安。有其他的救济车辆会按照当时的情况，在安全无虞的前提之下，把车子拖出来。我们的官兵都临危不乱。依序的从里面包含个人、还有装具等等，都安全的撤出。国军表示，吊车的原因后续搁爱调查，不过因为单位平常时就落实着维安状况的教育，当然嘛有遵守着标准的作业，无造成伤亡。车辆已经脱离溪床，无任何损伤。分霸装甲车是陆军兵工研发的8轮传动车辆，为着要符合台湾的地形需求来设计，干那基本程度22吨这么重，上紧的速度会当到105公里。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来看云林岛内云林路二段昨暗路面放弃哦，附近的电火条嘛歪起，烦恼会有危险，台电实行断电，嘛甲路封起来。因为当地是当在做云林溪的冻水工程，所造成地基流失，至少要1礼拜哦，才法度来恢复通车咯。云林岛6支云林路2段6项，昨暗有一段路的路面塌落去，边仔就是云林溪的爆花边仔也有大雨。电火条啊，拢出歪去，台电赶紧断电，等电火条啊换好正了，才会送电。电线杆本来是直的嘛，然后现在已经倾斜，然后这边裂开，从这里这个点裂到这个点，这个已经开了。云林县水利处讲，塌落去的这段路拄好伫咧做云林溪杂流工程，工程就即要线，可能是地基被削甲空去，路才会塌落去，面积差不多36平方公尺。云林溪的截流，这个就下面有管路，其实在进行。就是为了不影响交通，所以都在管下面进行。可能是因为这里施工的关系，这污水处理管线的那个大涵洞施工，然后连日下雨嘛，然后土壤潮湿，然后冲刷瘫软了哈。瘫软，结果下线。因为路拄好挖云林溪，装修较困难，无法度随修好，所以提醒民众换别条路行。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第3级警戒哦，各地老人食堂拢先暂停哦。降做2级以后，云林县有122个老人的食堂已经恢复供餐咯。也毋过因为有一寡老大人佫还未注疫苗，所以就先提供便当哦，或者老大人早顿去食。要到的时间，这个时代去社区的活动中心，准备要带饭菜顿去食。将至昨晚受到疫情的影响，全国3级警戒。各地中青食堂拢暂停供餐，最近降到2级了后，真侪所在拢恢复供餐。就有当时啊，后生赶转来咱食，有当时啊，查某囝赶转来，安尼啦。啊无就家己目睭也无啥好吼，就来食，唔敢好啦。开始讲供餐吼，即摆开始，即摆菜嘛足贵的啦吼，但是我嘛是讲爱互咱这中队时代吼，会当分食上好、上营养的。以虎尾窟头社区来讲，进前有50外个聚会人会伫遐食饭，不过5月26全国实施3级警戒，停止供餐了后，真侪老大人都伫咧厝内家己凊彩煮食咧。袂少出外食头路的囝儿是坐伫咧问，啥物时阵才会恢复供餐？都是烦恼厝内时代食了无够营养。已经接近8成都开张了哈，总共云林县有150处的长青食堂。那我们在这一周开始整个陆续开张，已经完成到122处。那今天最主要让我们所有的长青食堂的这些长辈都能够吃到热腾腾的午餐。云林县政府表示，为了配合防疫，伫咧食堂的工作人员拢要有注过疫苗，迄若志工的注射率嘛要超过60成，食堂才会当恢复供餐。不过为了防疫，即马云林县的中青食堂，敢若提供饭菜和时大人包顿去食，要是依期无伫咧食堂内底做伙食饭。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早起向总统蔡英文来报告5倍券的规划甲进度。之前有风声讲行政院上紧8月底就会公布，也毋过即马却传出讲党内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哦。有人是认为讲今年的情况是愈歹，无应该搁互民众先摕1000块出来，那也是安排一台大型的宣传车伫市区踅来踅去，呼吁政府发现金纾困就好。早起10点20分左右，陆续有车队伫总统官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车嘛伫10点半左右到，要向总统蔡英文报告有5倍券的规划进度。阁有风声讲，政院上紧伫8月底会对外公布细节，会比较旧年3倍券的方式。今年是摕1000换5000，但是党内有无共款的声音。若搁摕1000块，才会使去换钱的话，讲实在，一家若有3代，内面9个人。就爱摕9000块去换，这是对人民一种负担。其实这段时间里面都有各方的意见，包含民进党党内不管是行政院也好，我们党团内部也好，那或者各方我们都在收集意见，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收集意见，然后最后再做政策决定的一个过程。因行政院要发5倍券来振兴经济，国民党是安排一台大台的宣传车来表达希望以分现金的方式来纾困的主张，嘛会伫湘北市踅街，阁会安排经过行政院向政府表达诉求。现在任何一个网络民调你去做，绝对80%以上赞成发现金啦，否则与我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朋友，他们是敏感度最高的。他不会有这么多的立委站出来讲说，我嘛暂时发点金啦。蔡总统很简单，到街头听一下意见就知道该做什么决定了。后疫情时代要振兴经济，是分现金较好，也是分振兴5倍券较好，阁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如何会当刺激消费，恢复受冲击的民生经济，是大家的唯一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按算要发5倍券，高雄市政府嘛宣布讲要佮加发1000块的高雄券，加5倍券变做6倍券哦。因为佮来高雄会举办国庆宴会、台湾灯会佮跨年晚会等大型的活动哦，望讲嘛会当为高雄来创造100亿的商机。国内真无简单，等着降级，但本土病例还未完全无进前，观光旅游业也是真艰苦。但会当5万刷来的大型活动，会当带动观光的热度。想袂到高雄煞有明大希望会当停办国庆宴会，甲明年的灯会，互业者做伙发声明抗议。办一些国际性的活动对于城市观光它是有绝对的帮助啊。那当然，以我们现在旅行业，其实这个一个产值还不如无法形容了因为旅行社就是全部归零嘛。工会表示，疫情互旅行业的收入差不多拢无啊，希望政府会当重点补助因即寡受创严重的产业。中央近日嘛宣布要发5倍券，振兴经济。高市府10号开出第1枪，决定加1000，而且要加伫受创严重的餐饮甲观光顶悬。过去在夜市券、商圈券，还有40抽，我们都已经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个范围的部分，我们当然也会把它扩大。但伊嘛强调，雨爱落伫水库才会有效果，会赶紧研究出正式的措施。台南市嘛对表态要刺激消费，会结合教育这边整合观光文化等资源，创造双赢。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店家，我们提供这样登录的发票，然后我们来做双倍送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首奖呢，目前呢，我们当然有神秘大礼。疫情互真侪民众甲产业受到影响，这时阵中央甲地方更加爱细腻评估，用上少的钱创造上大的经济效益，确保上侪人会当受惠。记者陈环宇、柯正俊、温正雄，台南高雄报道。劳动部今仔宣布讲，因为疫情对劳工的影响真大，本地对劳工补贴1万块的政策要甲扩大，全部时间工作甲部分时间工作这2类的劳工哦，即马买当来领1万块的补助，申请的时间嘛要延到9月30。送完货、收货回来理货，理货完我们还要做账，还要整理东西。公司就是剥夺说，你们这些就是休息时间，你们没有薪资。会上刷等公司，也有真侪刷后的工课爱无闲。伫疫情期间，物流量加真大，安尼嘛，互相关产业的劳工，因的工作量加真硬斗。不过，宅配通企业工会表示讲，
休假薪资补贴这各项条件拢无达到。我们目前有117天的休假，可是我们只能够休到97天。那剩下的20天，看似有给我们这一笔薪水，可是实际上它却是跟我们薪资每个月领到的薪水是一样的，那是放在保底薪资里面，就是被吃掉的感觉。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虽然有真侪行业已经来复工，不过也阁有真侪劳工和业者因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领袂到纾困。按摩师他如果不是在勒令停业的行业别里面，但是他实际上却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4月、5月开始新营业的店家，其实在这段时间也是一样，根本没有办法把他的业绩冲上来，也没有办法继续营业，也应该要纳入纾困。时代力量党团希望行政院就要点阵来盘点，看要安怎来甲纾困甲做较斗大的。也若劳动部嘛伫11月宣布讲，扩大专时甲部分工时劳工生活补贴的对象。甲袂当参加就业保险的中高龄再就业者，用7月薪资，甲比起4月受雇同一个雇主的薪资，若是有减少2成以上，拢会甲纳入去。也若讲其他的排除条件拢无变。已经领过了老年给付，或者是说满了65岁不能再参加就业保险，可是呢，他还是持续工作，有劳保投保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中高龄劳工啊，把110年的7月的。这个部分新增纳进来，原来只有开办5月或6月薪资有减少20%的部分。我们预计可以协助32万名劳工，那我们也将这个申领的时间延到这个9月30号。劳动部提醒讲，部分工时受雇劳工的生活补贴3.0，对13开始来申请。也若讲专时受雇劳工的生活补贴2.0。就会照薪资受影响的月份，对13和23开始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结束了，这届咱台湾队摕到有史以来奥运上好的成绩哦。也毋过头一天选手出发的专机，却传出讲官员坐商务舱，选手坐经济舱的争议。体育署长张孝熙第一时间冒回失的嘛失职啊！昨暗伊嘛阁发出声明，讲等来期间隔离线就离开体育署长这个职位，登去大学教册。中华队伫这届东京奥运摕到2金4银6铜的好成绩。伫最后一批选手甲代表团的成员登来了，体育署长张孝熙昨日暗发声明，讲会按照原本的计划，为选手伫咧东京奥运完成最后一里路隔离线了，会是体育署长登去台湾师大教书。本来我就有交代，他们要换成经济舱，我们应该跟选手做同样的感受，旅途又很近所以我想，经济舱或商务舱都没有关系。伫7月19日当阵要去东京参加奥运的时阵，所有选手拢坐经济舱。和教育部长潘文忠去年答应讲要和中华队所有选手甲教练拢坐商务舱的承诺跳票。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教育部长潘文忠也拢向选手道歉。张孝熙也讲会失职。过去总统跟院长都有指示，还有部长都指示我们一定要让选手要照顾选手，所以只要大的比赛我们出国能够包到大型的飞机，我们都一定让选手能够坐商务舱，这是一定的。确实思虑不周，在这里我要和体署张署长来向所有奥运代表团的国手致上最大的一个致歉。对外界伫咧传讲张孝熙发动体育界人士，希望会当到任署长的职务。伊讲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关系到个人的名誉，希望好重新拢奉献给体育界的老兵一个上基本的尊严。张孝熙正正是军级国手，去年5月自大师大就调到体育署进前，捌做过7年的学务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的立法会，今年的4月份有通过一份新的入境草案哦。香港政府是会当来限制任何人入出境香港哦。8月初开始实施。加拿大政府最近个警告加拿大公民讲，这个条例开始实施以后，外国人有可能无法度离开香港。咱国陆委会嘛提醒咱国内的民众要去中国、香港、澳门，都爱评估，嘛要注意家己的安全。香港8月初开始实施新修订的入境条例，香港保安局入境处长会当限制任何人出入香港，而且会当要求航空公司也是运输工具不准再特定人士。加拿大政府近日警告有意前往香港的加拿大公民，可能会因为安尼无法度离开香港。咱国陆委会也提醒人民，着谨慎评估前往中国、
香港和澳门的行程。另外，也要注意人身安全。我们希望港府在执行相关法律时，要尊重民众的出入境自由，避免损及国际社会与香港间的正常交流。我们会持续关注香港出入境限制相关的发展以及具体实施的情形，尽力维护国人入出香港的自由与权利。当地人权团体批评这是把香港变成一个大监狱。捌担任陆委会副主委的学者黄介正分析，这个政策背后是中国加强对香港的管控。不过，目前咱国驻港办事处在香港唔发新的签证之下，已经无任何人员派驻香港。卡出讲真正有咱国人民受到限制，安怎解决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国际社会流行这个相互制裁，借由这个手段留置境外人士，那么很可能对香港这个再进一步扼杀了它未来的发展空间。那么我们又没有公权力的代表在香港，他处理问题就会复杂的更多。黄介正强调，应该爱伫问题发生之前，先找到解决的方法。两方之间的问题，也是需要经过双方会谈。不过，这步要安怎踏出去，就要看两方高层的政治智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不满台湾要伫立陶宛设台湾办代表处伫昨宣布讲要调回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嘛要求立陶宛驻中国的大使嘛回国。不过立陶宛的外交部是强调讲，因决定要甲台湾发展经贸关系。美国国务院嘛肯定中国这款的行为。针对立陶宛政府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中国外交部七日宣布调回立陶宛大使，就是不满台湾要伫当地设台湾代表处，搁爱立陶宛也调回驻中国大使，引起外交震动。不过立陶宛外交部只是表示遗憾，佮表示立陶宛甲台湾发展互惠关系决心。立陶宛国会议员搁伫推特拍爱心，表示袂因为台湾伫立陶宛设处就感觉抱歉。外长兰斯伯吉斯透露，正咧思考下一步，不过会继续维持政策，挡住中国的压力。Well, we d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our NATO ally Lithuania, and we condemn the PRC's recent retaliatory actions. We support our European partners and our allies as they develop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resist the PRC's coercive behavior. 美国也谴责中国的施压行为，国务院佮表示支持其他国家伫当地设台湾代表处。欧盟反应也回应，无认为伫台湾设处，或者是台湾到欧洲设处，是一件违反一个中国政策的举动，会密切关注事件如何发展。外交部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关于中国外交部宣布召回他们立陶宛的驻使，并且要求立陶宛政府要召回其驻中国的大使。未来我方会密切注意后续相关的发展。外交部指出，立陶宛捍卫国家尊严甲自由的理念，坚定意志，互人敬佩。立陶宛是台湾理念相近的朋友，双方继续一直加强各领域的交流。立陶宛最近除了关疫苗予台湾，也打算秋天来台设办事处，一切拢在进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民主党的纽约州州长古默和11名女性指控骗色。8月初调查报告嘛已经公布，嘛已经有人提出告诉。总统拜登嘛明确表态讲，古默已经无责任了。古默嘛伫昨宣布辞职。面临济济叫伊落台压力，高部7日总算伫记者会宣布，要甲纽约州州长的职务辞掉。不过伊也是强调讲，遐个性骚扰的指控，拢是因为政治的操作。You know me. I'm a New Yorker, born and bred. I am a fighter. And my instinct is to fight through this controversy because I truly believe it 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伫记者会内底，今年63岁古默讲，人甲人之间，伊感觉家己是真趣味，而且对人际关系界线，互真侪人感觉无爽快，伊会失礼。毋过嘛讲，感谢遐个对伊提出指控的受害者。It's not easy to step forward, but you did an important service, and you taught me, and you taught others an important lesson.
针对同款是民主党籍的州长含有性骚扰的风波，美国总统拜登顶一日讲，伊认为古堡已经无适合搁做这个职务。拜登初则表示尊重古堡的决定，不过嘛强调讲，10年半州长的任期，古堡确实有做一寡建设，嘛有伊拍拼的所在。But he's done a hell of a job, and I mean both on everything from access to voting to infrastructure, the whole range of things. That's why it's so sad. 性骚扰风波其中一个受害者，也就是古堡前幕僚卡米索，那已经正式提告，嘛伫咧初八接受专访的时阵讲，古堡捌伫咧官舍硬甲伊卡来手来。What he did to me was a crime. He broke the law. 纽约旧年是美国疫情的重灾区，古堡每一天的防疫记者会是真受大家的肯定，嘛捌互看作是竞争选总统的人选。不过今年年初，州政府防疫工作表出弊端。古堡性骚扰的买代嘛，互公开。州检察长伫8月初公布165页的调查报告，指控古堡至少甲11个女性性骚扰，互大家对伊看法是规个平盘，而且伊嘛面临州议会弹劾。要40年政治的日子，路尾是真凄惨嘛，真歹看。为了让纽约的市政会当正常运作，古堡的是这批议事生效，会由今年62岁副州长霍楚尼来替手。伊嘛会正做纽约州头一个女州长，也若明年11月初8会选出新的州长。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国内消息咯，新北市三甲一间林家厝透早火烧，有7个人伫厝里呢。消防队出动上百人去抢救，虽然30分钟内底火就拍花，也毋过有3个人不幸死亡，有4个人重伤。这家火啊，最近因为有4大人过身哦，有伫客厅摆一块灵桌，敢是火烧厝的原因，搁爱调查。这个在烧吧？后面也有。消防队大动作派出上百人来抢救，因为新北三甲民生街巷仔内一大民家厝发生火灾。反正1点外，这栋6楼的主体1楼闹出火迹，消防队来到现场，大火砰砰倒，紧救水线来抢救。伫咧事发的同时，厝边还有听到爆炸声，就是有那种碎玻璃的声音，这样子，就赶快往下跑，赶快逃出来这样子。伫咧厝内的7个人，煞咧互人救出来，送去病院。不过大火无情，已经造成姓詹的厝主含伊大姐囝，还佫有10岁查某囝不幸死亡。厝主因某还佫有7岁囝含因舅啊。另外外州的康河有4个人受重伤，即摆还佫咧抢救。根据消防人员初步研判，导火所在就是伫咧厝的客厅。这灵堂初步上有用蜡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蜡烛的可燃物的部分的遗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鉴定。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整个临时的灵堂全面燃烧以后，我们发现到延长线的使用，简单的讲就是有短路的状况。原来伫咧厝内进前有长辈过身，就伫咧客厅来设简单的灵堂。这边的火灾可能是甲这有牵连。不如果是当时火灾警报器都有弹，是安怎讲住户会走袂赴嘞？这个案子啊，它是有安装助警器，那可能是因为夏天我们都有那个开冷气，然后门窗紧闭的状况导致助警器即便有响，可是里面的住户还是没有听得很清楚，也可能是因为浓烟过大，导致我们的里面的住户有昏迷的状况所以导致他们没有来不及逃生。这场凶恶的大火已经夺去3条人命，规口罩嘛拢破碎去，是安怎会发生火灾？就要搁等火调人员来配合和清楚。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到现场来了解火灾，有甲家属关心致意。我们真的内心非常的悲痛，有点在客厅，所以瞬间引起大火，然后住户很难逃得出来。才会造成这么样一个严重的伤患。市长表示讲，不管是安大伤重事项，也是讲抢救伤患，拢会尽上大的力量来甲帮助。毋望讲会当互这户的人紧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初七宣布讲，要伫地上木野度假村来举办哦。也毋过，昨暗头啊有4粒热气球准备要点火时阵，煞汹汹透大风，热气球去互火烧着哦。也毋过，因为搁伫咧准备无载人，所以无人着伤。
已经办第11年台东县节气球嘉年华会，初次以台东人限定，无开放外县市民众入场的模式，伫上博野度假村举行。暗过受顶节就月西南气流影响，一直到初9才正式升空。暗过初10尾6点左右，节气球才准备点火，现场雄雄出现一阵风，将场内4粒球拢吹到东倒西歪，其中1粒佫飞起来，向附近的树林吹过去，佫烧起来，互现场的民众是惊一跳。好佳在迄时阵无载客，驾驶员也赶紧熄火降落，地勤人员冲入树林，将这粒热气球救回，甲加速设备赶出来。台东县政府表示，每一摆热气球升空进前，拢会经过现场指挥官评估。迄时阵现场监测气象真好，才会入球。这摆真罕见，熊熊扇大风，也是热气球嘉年华会举办以来第一摆发生受到热气球情形。在过程里面突然间发生的那这种现象基本上非常的少见那而且是瞬间的强势的逆向的气流。移民官表示，迄时阵也在做准备，并无载客，无人员伤亡。事件发生了后，也以民航事故定数通报民航局，初步判断后火小球只是受到防火部应修理，这事件未影响热气球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东区有一间公寓遭火烧厝哦，厝内只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家己伫厝内，互救出来了后发现讲，这查甫囡仔无户口，是外国移工生的囡仔。台中市社会局嘛已经来协助咯。顶小家插火搭，加在消防人员赶到位，才阻止火灾发生。伫台中市东区的富英街有一间公寓厝，初10庆祝乌烟，消防人员赶到位，将门撬开，发现是讲家属火无关，而且厝内只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尔。一个人在那边，那看到我们这个抢救人员的时候愣了一下。那后来就嚎啕大哭。加在这个囡仔无受伤，不过警方发现到查甫囡仔并无户口登记。真是老爸回来了后，向警方表示，伫几年前捌甲一位越南的查甫移工交往了后，甲囡仔生落来。不过这个查甫移工说做伊走，伊家己一个人请养囡仔，也无报户口。那只是孩子可能在语言表达上面比较限制或许是刺激不够，所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台中市社会局家己去了解，囡仔的老爸有照顾意愿，会协助囡仔摕到身份甲读册。不过，甲6岁以下囡仔独留伫厝里，已经违反着治权法，依法必须要接受50点钟以下的亲子教育。根据着儿童福利联盟的统计，去年度各行政单位所提供身份不明的绩效人数就43件，出事超过60天以上也未报户口的就38件，而且因亲生的老爸老母大部分拢是外籍移工。害怕雇主知道所以可能就会偷偷把它生下来，甚至可能想办法藏或者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寄养，或者是请同样是移工的朋友代为照顾的情况。儿童福利联盟表示，医疗院所应该要主动通报，卫生单位主疫苗时阵也要加强查验身份，落实通报和机制，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天前，有一个爸爸伫加油站的洗车，无细力摕空气喷枪去喷着3岁查囝，造成查囝死亡。去年法官第一审本地是以过失致死罪判这爸爸1当10个月有期徒，也毋过后来又搁上诉。最近法官是以伤害儿童致死，改判这个爸爸10当的有期徒，也毋过会当搁上诉。过失致人于死一审判了他1年10个月嘛，因为他的那个法定刑度很低啦，他的法定刑度应该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伤害致人于死的刑度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才会判到有期徒刑10年了。虽然一审的法官认为讲是这查某囡仔家己的佚佗，无细力去试着空气喷枪，也毋过嘛是有可能是爸爸无细力，所以认定是过失致死罪。也毋过查某囡仔妈妈是指控讲是爸爸故意害死查囝，后来法官重新来审理是以伤害儿童致死，改判伊10当的重罪。再来看花莲县政府拍算要征收控制税，也毋过昨县议会已经否决了。县政府是批评议会，互花莲1当损失10亿的税收。也毋过今仔议长是强调讲伊毋是反对控制税，是议会无法度摕即款违法嘛无正当性的法案来背书。
七十才互县议会退回控制税，花莲县政府就开记者会，批评议会互花莲一年损失数十亿税收暗过10亿。伫议会议长且秘书长说明议员监督县政敢有违法的。秘书长你要背书吗？我们花莲县议会在审这个矿石税，我们并不是反对，我们只是你合法的税收我们来收，我们尽快拜托你们县政府赶快送进来。有议员认为，七十定数委员会应该有所议员讨论了后才决定。花莲县政府是表示，一间控制的司法告诉不应该影响规个花莲县的控制税上限。税法本身无罪啊，是税率出问题啊，所以应该是实质审查税率啊，怎么会在程序会就不审自治条例，然后让所有的花莲的矿石业者躺在那不用缴税呢？应该是程序委员大家共同的决议才比较恰当。议长张俊强调，花莲县政府开征的控制税，互其中一间业者提起行政诉讼，搁互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败诉确定。卡处县府继续停收，甲时阵大法官释宪，卡处判花莲县政府败诉被安怎的？不当得利是所有的业者，你没有争取自己权益，没有要返还的，他县政府还是要主动返还。所以这个100多亿，我们县政府要怎么还？有议员提出县府公文批评县府竟然伫7月份找各县府的厂商开协调会，内容无人知影。暗过了后，这间公司就被要求关厂，按这方式介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疫情等候，真侪行业已经开放，也毋过亲像倒仔耍这款店，嘛是暂时无开放。有倒仔耍的业者就家己小招定出防疫的规范，望讲指挥中心会当互因开店来做生意。家顶放5花10色的倒椅，毋过即马也无法度开放互人客来耍。疫情3级警戒期间，倒椅店禁止营业，业者经3个月的时间，真无简单，等到警戒降到第2级。毋过指挥中心查查，敢若温存倒椅店卖物件，要是禁止伫室内耍倒椅。业者讲，这袂输是互泼冷水共款，至于讲是安怎做食的、掠令的拢解禁，因所无法度营业。零售跟场地的收入大概就是1成，零售只有1成。尤其是当按摩跟游泳都开放的时候，我们在桌游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全程佩戴口罩跟面罩。那为什么我们会是仍然不能营业的状态？无开放民众伫室内耍倒椅，业者是规个涂。消费者嘛因为无法度试耍，降低买的意愿，业者只好是换去网络顶卖，加减救一寡生意。除了倒椅以外，剧本杀这种新型的游戏，甲倒椅店共款拢爱用注文的。毋过上大无共款的所在，是无共团的人客接触率是真低，加上是一改性用剧本的内容来耍，无法度像倒椅共款会当卖物件，根本就生活袂落去。业者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声音。这个有条件的开放，然后真的如果只是零售的话，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以零售的只卖剧本这样子来支撑下去。保持适当的1.5米的社交距离啦。好，所以这部分可能会在当初考量室内游戏还没有开放的相关的一个范围的理由。倒椅的业者家己定出防疫规范，包括专程爱挂喙罨、挂面罩，还有手套啊。倒椅的器材嘛会加强消毒。针对这点，经济部答应讲会参考业者的防疫规范，甲指挥中心来沟通，让业者有做生意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台南市政府是鼓励民众家己伫厝内帮囡仔来做16岁，毛翕一支影片来教民众要安怎来伫厝完成这个仪式，咱做伙来看卖。今麦来做16岁，感谢亲友马宝贝，较早无欢喜的，以后拢甲放袂记。两个少年人用台语hip hop 唱出当大人的心情。做16岁是台南人的传统，不过若是要踮厝内做，其实对老师来到市区这间饼店，唔若有红菇粿、各种糕仔、甜豆，做16岁上重要的山珍海味，甲绿色菜碗，这拢唔通买。因为这两碗是7个嘛，所以咱若讲要简单，款1分钟，我山珍海味菜碗一固定。来红菇粿啊！我你若这油饭肉酒我办，你嘛再用一人一个代表了。台南新生总司逐档拢有做16岁活动，若是想要简单办，牺牲兴功，感谢照无停，无准备无要紧，对门口拜天嘛会使。做16岁，古早其实拢是厝里家己做的，所以咱特别的邀请咱一个欧导演用。台语的一个嘻哈的音乐，来带因宣导讲，这做16岁的意义是啥？
今年拄着疫情，台南真侪庙寺取消初七拜谢七娘妈的活动，文化局推出这支影片，希望规家伙仔踮厝内谢天庆祝新年，同款会当互囡仔一个心中的回忆。记者陈家文为做台南报道。水族灯是西港官乡上特别的艺灯，即马南海社区嘛设计出一套甲防灾相关的内容哦，结合水族灯甲歌戏的课程，望讲会使来提升社区民众的防灾观念。台南的西港挂乡是经过国家认证的重要民俗文化，活动中上好看的就是多元的艺灯，其中上稀罕的水族灯配合着北管乐出灯，会当讲是文武双全。为着保存珍贵的灯头文化，台南西港的南海社区除了设立文物馆，也聘请王秀女老师将水族灯和歌戏两个上有代表性的传统表演艺术结合创新。我挑了大概有3、4个正头的内容，然后将歌仔戏的元素融合进来。那因为正头它本身它是没有唱歌的，那歌仔戏是有，所以我就将歌仔戏的身段及唱腔融合在这个水族阵里面。除了创新推出西港特有的水族灯歌戏课程，区长也希望会当伫戏剧当中加入防灾的相关内容，五路也兼顾教育宣导。顺续也将防灾的观念带入社区。嘛希望借着讲用歌仔戏，用不一样的宣导啦，让咱的民众来更深一层的认识咱防灾啦，因为这防灾这风台对咱来讲是咱台湾啊，咱台南的具足重要一个课题啦，台南西港的南海社区将全国唯一的水族灯头加入歌戏的元素。唔但要保留传统，也求创新，佮加上防灾必了的知识，丰富的课程内容，互学员拢有把定的吸收。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